Hello，大家晚上好啊，我係 Hunter 啊，開始今日嘅復盤。今日復盤內容就好簡單嘅，主要講兩個股票嘛。因為我平時係比較少講嘅，因為我覺得股票在於精，唔係在於多，所以我好少講股票。但係呢個成個禮拜四我講咗兩個股票，然之後1651今日爆升嘅，點解會爆升呢？後面應該點操作呢？因為成個禮拜四係6月11我講過嘅，大家可以翻下前面嘅視頻復盤視頻即係真相機床中國升咗嘅，係咪先？呢個係成個禮拜嘅視頻截圖6月11日就係呢個嘛，1651佢係做嗰個液冷噶嘛，即係嗰個 AI 嗰啲主機嗰啲降溫需要降溫所以依家係呢方面業績係爆發嘅，所以今日佢係大正嘅。佢主要係幾個原因一個係業績增長，一個係 AI 液冷進入一個採購期。因為佢做液冷嘅，佢係做 AI 服務器嘅液冷，咁好多企業有啲 AI 設備嘛，有啲 AI 業務嘛，咁需要主機嘛，咁嗰啲主機係需要降溫噶嘛，液冷降溫嘛，所以對於佢嚟講係一個業務上嘅實際性嘅增長。實際性嘅增長，呢間公司呢，佢個母公司係日本公司嘅，咁呢個係佢個中國分公司嘅，係佢主營呢種數控同埋機床呢種公司呢，就係日本公司比較犀利嘅，咁中國嘅其實都 OK 嘅。咁如果係講半導體嗰種嘅話，中國嗰啲公司可能會差少少，所以講。所以講你係做港股嘅話，你可能未必係要你去買嗰種半導體嗰種公司嘅，太高科技啦。你做呢種生產製造業相關嘅呢種股票呢，就趨勢係好嘅，慢慢升，佢就唔會咁高調，係好嘅。所以講呢種股票呢種公司呢，其實喺呢種唔係咁確定性嘅行情當中，其實可以逢低關注嘅。咁今日爆升咗之後呢，跟住落嚟係應該點做呢？係咪先？我對睇過1651，大家覺得係點？如果係從黃金分割線從技術面嚟睇嘅話，依家喺支撐位上面少少，係咪先？你可能要諗住等佢，係咪先？等佢落到下面個支撐線，或者再下面個支撐線。咁其實如果係你有時候啲行情一爆發嘅話，其實呢種佢唔係俾好多機會你嘅。咁其實你如果唔想等嘅話，技術面上可以參考下歷史上嘅走勢嘛。歷史上嘅走勢，咁之前呢個位係咪有一棍大陽燭嘅，放咗靚嘅，增長咗靚嘅？之後呢點啊？佢回踩，佢唔踩到所謂嘅支撐線上，係咪先？呢個黃金分支喺下面，佢唔會踩到呢度，呢下面都有個裂口支撐。如果係根據邏輯上嚟講嘅話，要回踩到呢個位，佢可能就會更安全啲。但如果你係以分批關注嘅策略嚟做嘅話，其實你可以參考下嘅呢種嘅。佢係咪第二日佢都有回踩嘅，十字星嘅，係咪先？但係呢，以咩為參考標準呢？技術面上嚟睇，係唔係以前面一棍大陽燭嘅中位數中間個位置作為參考？佢兜即係回踩到中間嘅嗰個位嗰時候，你可以分批輕倉
少少嘅，係咪先？因為佢上次歷史就係咁啊。咁其實即係講聽日如果佢回踩到呢個位，其實呢個位都係啱啱係黃金分割，佢呢個陽燭嘅中間嗰個位都係嗰個分割線嘅支撐位嘛，係咪先？水位嘛。咁其實兩個邏輯疊加喺一齊，咁你係咪聽日可以參考下嘅？等佢如果佢有機會回踩嘅話，你覺得係你要考慮下，可以考慮下，使唔使分批關注，係咪先？呢個自己諗咯，係咪先？因為呢種股票，因為我唔呢種我係主要係講思路啊嘛，唔係講推 number 啊嘛，係啊，即係講你都可以參考嘅，係啊，呢個係一個啊，技術面上係咁嘅，係咪先？咁其實係咁嘅，佢就係消息面上係咁嘅，因為英偉達新一代嗰個機架嘛，系統嘛，機架系統佢嘅需求係咩？係需要到液冷噶嘛？咁之前嗰液冷散熱嘛，咁你散熱有兩種模式嘛，一種係風冷嘛，風吹嗰種，咁又有種液體嗰種嘛，咁依家液體種係依家準備演變成呢個模式，所以講液冷可能係到咗一個必選嘅配置嘅，所以呢種喺基本面上嚟講，對於呢種公司液冷公司，佢係比較有利嘅，係所以可以即係以呢個角度嚟睇，可以關注下啊。仲有佢係其實係咩咧？佢係英偉達因為上個禮拜我都講過啦嘛，佢係英偉達嗰個供應商嘛，佢而且係一種比較密切嘅發展嘅，係佢喺液冷方面係比較有市場話語權嘅，所以講呢種基本面上嚟講嘅話係可以咁做嘅，係再講下上禮拜四仲有一個股票1523呢，佢就係星鏈嘅。星鏈咧呢間公司咧，佢係 SpaceX 嗰個首批嘅合作嗰個公司嘅首家授權技術服務商，係咪先？星鏈嘅佢旗下公司嘛，咁即係佢嘛，佢個公司嘛，咁呢個係比較同 SpaceX 係聯繫得比較密切嘅。咁喺呢方面嚟講，如果你係睇好太空嘅話，呢種公司可以先關注先。係幾時入嘅話，你再參考下其他。係1523，技術面上嚟講嘅話，要兩種選擇嘛，要麼係等到佢破頂先，破咗頂佢確定性更加強啲嘛，因為破咗頂意味着拋壓係已經俾突破咗嘛。咁第二種選擇咧就係等佢回踩到下面嗰個，即係依家附近嘛，依家嘅價格再回少少，再考慮分批入少少，分批關注嘅，係喺技術面嘅角度嚟睇係咁嘅，係咪先？但係我唔係講推介一定要咁做，我只不過係講技術面上係講係咁嘅，好嘛？1523係咁嘅，好嘅。咁依家嘅行情咧，其實點解咧？成個港股咧，其實相對嚟講係弱少少嘅。雖然講呢兩日係反彈，但相對於美股、相對 A 股嚟講都係差少少嘅。日股都 OK 嘅，日本股票。咁恒指係20日線之下嘛，喺20日線之下都係唔係要咁建議追高嘅，係要等到佢企穩20日線，可能成個市可能會好做啲嘅。係呢個恒指嘅。咁最近呢，就如果你耐心嘅話，可以等下18號係咩嘢？Kevin Walsh 上任之後嘅17號係17號係嗰個美聯儲個議息會議嘛，係 Kevin Walsh 上任之後嘅第一次嘛議息會議。咁18號正式宣布加息定係降息，咁
咁從依家嘅市場氛圍嚟講嘅話，加息嘅可能性會更加大啲嘅，或者係保持不變噶嘛。佢肯定唔會，因為加少少嘅可能性係應該係大於70%嘅，所以大家可以心理係可以咁準備下，加息可能會加息，所以追唔追夠，入唔入幾多，你自己衡量下咯。係你自己衡量下，根據自己嘅情況去做股票。反正呢件事係比較重要嘅，加息佢個風向係點？係比較重要嘅。星期四夜晚嘅，係你講咗行情係咁嘅。咁大家如果係對嗰個方德嗰個積分換禮物、換學習機，仲有現金都可以換嘅，1萬積分可以換100蚊現金。嗰個現金係唔需要交易嘅，直接到你戶口上嘅，你可以當錢使嘅，係可以當錢使嘅。咁點呢？你喺嗰個 Apps 入邊，方德嘅 Apps 入邊點行情啊？一定要係行情嗰個頁面，唔係交易頁面喎。有個自選股嗰個旁邊有個公仔，點入去，任務中心係簽鬥2積分，係咁有返回咗，咁你嗰個現金券到咗賬上嘅，喺我的卡券入邊可以睇到嘅。咁活動中心呢？活動中心就係呢喺呢度嘛。咁即係講猜波啊嘛，係猜波啊，為你嘅主隊加油嘛，喺呢度嘛，係啊，就係咁咯。咁如果係你積分夠，積分喺呢度嘛，積分就喺嗰個上面嘛，喺上面任務中心第一欄嘛，有積分。咁右手邊右上角積分商城，積分商城即係你去撳兌換現金券或者係學習機，就咁簡單。好，就係咁先咯。今日到呢度咯，拜拜，聽日見。